观众朋友你好，我是郭国正，欢迎收看今日新历5月19公视台语台的播新闻。咱先来关心今年度的世界卫生大会，包含美国、日本，还有含咱有邦交的12国，拢已经发言支持咱台湾。对今日开始，锋面来挖进台湾的半空中伫咧拍雨，一直到下礼拜二，各地头天气拢会较无稳定。苗栗一间大学顶日发生有查甫学生伫化妆间偷翕查某同学，结果可能煞有老师要求受害者就唔通报案。观众朋友，咱先来关心下晡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的记者会说明讲，咱台湾已经连续12天拢无个新增加患着武汉肺炎的患者。但是中指挥官也表明，台湾带动病情的表现确实有通真互人探听。毋但咱需要参加世界卫生组织，实在讲，伊也真需要咱来贡献所学。咱等下来听陈指挥官上届新的说明。大家午安。那我们今天仍然是维持着零确诊，那累计有401人解除隔离，所以那时候我就说 WHO。需要台湾，台湾也需要 WHO。那当然，在这一次，大家看到，其实世界上都看到我们这样防疫的一个模式，所以很多的国家现在都喊出台湾模式的这样的一个防疫。那希望跟我们来分享这样的经验，那也呼吁世界不应该把这2300万人的健康权益忽略掉。今年度的世界卫生大会，即阵当伫咧经过网络连线，用视讯举办。目前包含美国、日本，还有含咱有邦交的12国，拢已经徛起来开声发言，讲支持咱台湾，该当都要入去参加坐岛开会。咱国外交部他嘛公开表示感谢，佮讲抗议的批信也已经送去到世界卫生组织了。Mr. President, the Marshall Islands also joins other nations calling for Taiwan's participation at the WHA and the WHO activities. 台湾的友邦伫咧 WHA 顶管家庭台湾，支持台湾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 WHA 还有 WHO 的相关活动，包括诺鲁、马绍尔、瓜地马拉、史瓦蒂尼、海地等等，拢受连续发言，强调讲台湾伫即届武汉肺炎疫情的贡献，无应该变做全球讲话的空棒。The succes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in dealing with this crisis cannot be ignored. Guatemala would also like to thank the government of Taiwan for the cooperation it has received with this humanitarian crisis brought about by COVID-19. We consider that Taiwan is a strategic ally in the area of health, and we stand by them. 这届 WHA 以视讯的方式召开，不过真侪国连线发言的时阵出现问题，有一寡断讯甚至是无声音，所以发言并无完整。像讲日本就因为连线品质无好，规段的声音一直断去。Whereas the COVID-19 in terms of public health response, such as Taiwan has emerged as a shining example to the world in terms of response to COVID-19. Kindly ask you to conclude. Taiwan can help. 所以截止到今天为止，是12个友邦，还有美国跟日本也都做了强而有力的一个表述。中国代表也是伫咧发言时阵强调，讲台湾参加 WHA 是政治操作。外交部表示，已经甲抗议不去送到 WHO， 搁一届呼吁 WHO 无应该受到高一个国家的控制。即马搁有2个友邦排定伫咧第2天的会议顶悬发言，来表达对台湾的支持。记者综合报道。传染症咧看渐渐好，出国旅行当时会当搁开放，众人是真关心。指挥中心他就说明讲，会和美国 Stanford 大学合作，招募500名的人员，分做2组，一组伫美国先验完病毒才飞过来，有一组来到咱台湾这才开始验。互相比较讲工课安怎办？本地14天隔离的期间会当缩到上短，搁有会当降低带病入境的风险。伫什么时阵开放国际旅游，大家也真注意。外国媒体进前报道，台湾甲史丹福大学后估计要合作进行双边的检测研究，有500人参加，来测出上短隔离期。他们在那边登机前就先做筛检，然后做一定时间的一个先的检疫隔离。那确定筛检阴性者，那大家共同搭乘那个班机，那个班机上也
大家都是安全的。参加的人分两组，一组伫美国先做前段的体检，并且伫机场附近隔离检疫一段时间，来台湾搁再检疫14天；另外一组伫美国体检，验过无隔离检疫，那阴性的来台湾搁再检疫14天。这一群人我们会定期把他再做一个筛检，那看看这个前端已经做了一个筛检、检疫、隔离以后，那到我们这边来是不是不需要等到14天就有可能都证实他们确实不会带有病毒进到国内？伫检疫期结束了，会搁做体检，两边对照比较，看是毋是前端处理了，到国外就当缩短隔离期。若是研究顺利，对国际之间的往来可能会降最指引，也是台湾模式的一部分。那未来台湾必然是要有某个程度的开放。好，那我们在思考说要怎么样做才是恰当。好，那当然希望能够把时间缩短来。美国生技公司莫德纳当地时间18讲，因伫研发中的疫苗证实有免疫反应，会让中和新冠病毒，效果正正面。To levels of antibodies that are those seen in people who've been infected with SARS-CoV-2, or in fact even exceed those levels. Our anticipation is that it will be in the millions by the end of this year. It could be as high as 1 billion doses in 2021. 莫德纳讲，这种疫苗安全、耐受性好，受试者注射疫苗了，即会出现红肿、酸痛。希望7月开始进行第3期试验，若顺利，明年初就当推出。另外疫苗传出好消息，莫德纳的估计伫8月大起30%，国家市场看好美国的扩大定型经济，道琼工业指数收盘也起911.95点。记者综合报道。接下来咱同齐来关心天气。对今日开始，锋面来挖进台湾的半空中直咧拍雨，一直到下礼拜2，各地头天气拢会较无稳定。尤其后日和大后日，就是拜4、拜5这2天，西南风愈透，中南部无定会上大水雨。你像台南市和云林县，今日早起有的地头都已经开始淹起来了。雨直直落袂停，云林大西有一寡所在已经开始淹水，民众赶紧甲家具贴好悬，穿雨鞋甲厝内拼拼咧。一天内云林大西累积的雨水量已经超过130毫米，雨落袂停，已经造成水袂ful退。房间嘛是哦，房间这间嘛是水的，袂当日啦。若要我到的时，台南市也开始落大雨。台南安平1点钟内就落要我60毫米的雨水量，气象局发布大水雨特报。除了提醒云林县要注意大水雨，台南以北、宜兰也有平湖地区也有机会落大雨。若这座方面在台湾附近会继续停留，各地天气一直到后礼拜2拢无稳定。明天随着锋面稍微向南移动，中南部地区下雨的时间长。那么星期4开始，除了滞留锋面影响以外，西南风也逐渐增强，更输送更暖湿的空气到达台湾上空，因此星期4到星期5这段时间，各地天气不稳定的情况更为明显。对这礼拜4开始，西南风会变强，佮加上滞留的方面一直伫咱台湾停留，各地头落雨的机会拢真多，尤其伫咧中南部的山区，雨势有机会会超过大水雨的等级。气象局就提醒，因为滞留方面顶悬有对流的分系，这速度发展甲真紧，所以一定要注意短时间落大雨，并且更要注意对公信力可能带来灾害。天气变化的速度不要紧，请民众要随时注意气象局发布的预报资料。记者综合报道。今日早起，蔡英文总统临时8天去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视察，佮烧送按台南关起来的面，意思就是要感谢这群医护专家，这边的工作每一方面拢做甲真十全。伊嘛特别邀请指挥中心的同仁，明仔就去参加总统就职典礼。另外，蔡总统嘛佮表示，对咱台湾无法度入去参加世界卫生大会感慨甲无奈。今天总统来，也来邀请我们 CDC 的同仁能够来参与就职典礼。那当然我们是非常的高兴。那总统也表达这段时间我们 CDC 的同仁还有整体的指挥中心各个部门大家的努力，他也表达他的感谢。那也表达对 WHA 我没有办法参与，他表达遗憾。明仔载，蔡英文总统就要连任宣誓，在野的各党当时拢先提出建言。国民党公布民调指出，讲过去4党执政党的表现11项主题，都有7项无合格。台湾民众党是强调讲，即阵是替民间消头困难，爱做大声，前瞻建设的预算也唔免偏。
另外，时代力量也针对司法、社会安全甲处境发表改革的主张。总统蔡英文要伫咧5日空就任第2任期，时代力量党团开记者会，针对孤单政治、环境改革、社会安全网加司法改革等方向提出修法甲建言。其中，立委邱显智认为，立委经过判刑确定了，应该改制，才符合公平正义。如果立委被判刑，然后确定受有期徒刑之罪确定，然后未受缓刑宣告的话，他是当然的解职那这样才能够符合最起码的公平正义。国民党是公布一份针对总统蔡英文执政4年成绩的民调，其中显示，11个项目内面，只敢社会安全、社会照顾加环境保护勉强及格，其他7个项目拢无及格。其中蔡英文上注重的司法改革。民众只敢给予4.96分的给分，包括这个沙井案以及这个小灯泡这个案子那么其实，在司法审判过程中，都对于这个证据认定的这个部分，我想大家都心中都有所感触去年也是这个弄得沸沸扬扬的有关于总统专机的这个走私的争议其实后来也就不了了之了因是民众党团是呼吁政府。伫现主时并无适合条件伫咧编列第2期的前瞻特别预算，应该以防疫为当。国家钱不来到地方，他们看的这笔钱，他们还是看得到，吃不到所以大概有一些事情，再来就是后疫情时代，现在其实疫情比较舒缓了。后疫情时代到底我们如何把前瞻基础建设的钱，如何重新再来盘点，如何来做一个整体的一个规划？在野党拢提出针对蔡总统第2任期的各项建言。希望在未来4年，执政党会让做到所提出的重大政见。记者综合报道。咱搁来讲，劳动部统计起来，全台湾已经有1100几间企业，计用21067个劳工，上班的时间有减少，当伫咧休无薪假。尤其这站批发含小卖，搁有制造业的人员减上着班的是哪来哪济？这拍算是含外销环境变迁有牵连。另外专门咧替人引头路的人力银行嘛调查讲，有66%的劳工拢讲趁无够通好用。1个月3、4团到完全没有团贷，零收入，对我来讲大概1年就差200多万啊。原本1年大约会当赚200多万的日本团导游领队，因为疫情的冲击，直接完全无收入。但是厝里阁有5个囡仔的照顾，只好申请纾困金，阁兼做外送员来应用。现在目前1天期大概10至12个小时，2000块还可以啦。我3月一整个月都没有回去，3万多收入，现在就砍半1万多。那这1万多基本上都是接打工之类的。武汉肺炎的疫情常常影响全球的经济，毋但冲击旅游、服务等等的行业，制造业嘛无例外。根据劳动部的统计，全台湾实施减班休困的人数超过2万，其中制造业8700多人上介济，第2是大属餐饮业甲批发零售业。但是，甲正常的数据比起来，大属餐饮的影响是放慢，批发零售甲制造业的影响是加重。所谓的社交考量的这个规定有放宽的话，餐饮业啊，或者是一些这个量贩业来讲，他们的这个冲击会逐渐的减小。我们反倒是比较担心，就是说欧美国家或甚至这个日本这边，其实他们还是属于比较紧张。对岸这边如果持续有一些这个缺料的这个状况的话，其实也会影响到一些外销业者。人力银行调查，有66%的劳工表示出现债务压力，平均债务的空棚是5000到7000上济。用企业方面来看，有75%认为讲，因为无景气实施减班休困的状况会变做常态。顶半年有超过2%考虑实施减班休困，会以基层员工甲基层主管为主。劳动部表示，针对通报减班休困的事业单位，会一个联络，提供辅导服务。到10月为止，已经核定132间事业单位，列入8000万，希望会当甲企业甲劳工斗3工渡过难关。记者综合报道。咱搁来讲行政院消费者保护会统计讲，近来民众申诉的案件，发觉经过网络引订单替人送食食的公司，甲消费者中间发生争端，上介济就是Foodpanda一间，干那正月到4月申诉因的，都有500几件。另外一间大公司 Uber Eats 消费的纠纷嘛袂少，但都立法委员出面表示要替民众争取公道。自新冠病毒疫情发生以来，餐饮的外送服务业底需求增加，不过消费的争议也愈来愈多。消保官讲，敢若是今年1家到4家投诉案件就已经超过去年规年。
尤其是 Foodpanda， 今年到目前为止，相关的消费纠纷已经超过500多件，其中6成5是民众投诉外送员以联络袂到为理由，调工恶意弃单，如果袂当退钱。另外是民众出钱和外送员工吃员工餐，来片面弃单的话，或片面解除契约的话，这个业者是有问题的，它是一种债务不履行，业者要负举证责任。你要证明哦，这个消费者您在通知他的时候，他不在现场。另外，要立委接到民众投诉讲，Uber Eats的外送平台无优先，只敢有线上的罐头式回应，并无一当直接联络的人工客服。上予消费者不满的是 ，Uber Eats 最近推出优惠方案，讲一个月620块就能享受无限次数免费外送，如果只要民众无取消，就会强制自动续订，因为根本就是骗消费者。120元还有一个陷阱，一旦你点了这个120元，你就是终身要付120元，除非你有主动的去取消。消费者跟你定是1个月，可能120块，那可是我下次我不想用了。你凭什么有一个自动那个续约条款在那边？你如果要有这样，你要让就像我前面所讲的，消费者要有选择权。消保官讲，Uber Eats已经违反消保法的规定，针对定型化客户应该记载甲袂当记载事项，若是纪录片有期无改正，会当罚30万以下罚款；再一次要求改正无改正，上悬会当处50万以下罚款，并且会当按次处罚。两间业者拢发声明回应。Foodpanda讲会加强对外送伙伴宣导正确的作业流程执行方案。Uber Eats是回应，自动继续订的方式是普遍性、方便性的服务设计，强调台湾的客服团队会针对无同的议题提供适当的处理、优化使用的经验。记者综合报道。咱搁来关心身体还是精神方面良好有欠欠的人士。就是人所讲的身心障碍者，全台湾目前有118万人。早起就有一款较不便的民众去到立法院，要争取讲，这站司机目暗的无地算命，出入不便的生活愈歹过。望讲政府搁来会当考虑，针对身体方面有各样的人士，一个月发1万补贴开销。疫情冲击着各行各业，身心障碍劳工嘛是同款。身体有视力障碍命理师表示，伊工作室伫咧公庙内底，毋过即马观光客甲香客拢无要来，差不多3工才有一个人客来算命，生理比英国是到要7、8成。今年1月份到5月份的次数拢拿不出来。我这段时间的收入跟去年比起来的话，真的是差了7、8成的生意，导致于我1月份到5月份的店租房租到目前都还没有付。我妈妈的话88岁，也住在这个护理之家，1个月还负担3、4万块的这个是支出，我真的感到非常着急啊。身心障碍者的生活有危机，毋过因感觉伫咧这届疫情当中，身心障碍者是上无去互注重的一点。信众团体19早起透予来立法院外口集会，要争取将来的纾困3点控，会当针对身心障碍者来设计，譬如讲，逐个月发1万块，总共6个月补贴因的基本开销，而且卖排除任何人。是我很多的朋友在这方面就受到很大的影响，有些几乎已经2个月没有收入了。我们的诉求就是希望说，政府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这6个月帮助我们。其实我们手心也希望是向下的，我们能去帮助更多人，但是我们自己要先照顾好自己。身心障碍团体指出，目前卫福部发的济南救助金有排付条款，而且定数对因来讲也是无够方便。卫福部社交署回应讲，全台湾118万的身心障碍者，每一个人的经济状况都无同，针对低收入户，逐个月有加发1500块的防疫专案，毋过还未规划对身障者普遍发补贴的部分。求蔡英文总统。记者综合报道。咱搁来讲顶站桃园市一个今年29岁姓李的男性，在家内隔开14天的期间，家己走出门4摆，互卫生局罚金100万。结果伊毋力，佮表示讲家己已经脱产了。但行政执行署的桃园分署这边就表示讲，礼拜5通知第3届限期一个到，若佮毋到案，就会强制抓人了。相片内底，这个29岁姓李的查甫人，防疫期间自厦门返来台湾，违反居家检疫的规定，四遍出去外口拍走，互卫生局重罚100万，限期到啊，佮无纳钱，佮讲家己已经脱产，未出面。桃园分署已经通知他3次到我们分署来报告财产状况，那第3次是定在我们这个礼拜5下午2点。他如果再拒不报告的话，我们就会开始申请法院来拘提。
西里的查某人2月29对疫情的流行地区下问转来台湾，要配合政策居家检疫14天，煞伫3月初2、初3、初5、初104遍出去外口踅街买物件，除了强制送去检疫所，嘛互挡发。他自己承认脱产了，不过本轮署还是要调查他实地脱产的那个状况是怎么样。如果查到真的脱产的话，刚好符合管收的事由，我们来管收他是那个符合法律的要件。桃园分署表示，西里的查某人态度无好。根据了解，伫法院伊冇刑案在身，目前伫工地做散工。若是伊阁无爱出面纳罚金，即礼拜5期限到啊，第3摆通知无到，就会进行具体依法纠办。记者综合报道。桃园公园，咱来讲台北。昨台北市政府和酒店、舞厅的业者开会，要求都要互人客徛名登记。迄几项条件若做会到，就会当重新申请开业。照看后日礼拜四有的5、6场所，就会阁开门做生意咯。是讲隔壁厝边的新北市侯友宜市长是讲，在咧看，因这站暂时也无要开放，因为酒店、舞厅这款场所，讲要保持距离，实在是有较为难啦。黄生会季节就伫要来啊，为着要预防积水，新北市长侯友宜视察排水的改善工程，问伊讲，敢是会参加5日的总统就职典礼？伊强调讲会以市政为优先的考虑，啊，毋过对武汉肺炎疫情渐渐缓和，台南市带头开放酒店、舞厅恢复营业。台北市嘛，预计上紧伫咧2、1摆4互相关业者开放。对这个代志，侯友宜搁一解强调讲，无伫咧即摆规划内底。公卫专家都跟我说，那舞场跟酒家怎么样保持适当的距离，其实是很难做到的。2阶段4梯次已经进到第2阶段来说，我们还没有讨论，我们会把它摆在疫情相对稳定以后，才由专家来做评估，可以的我才会采取开放。台北市是拄19开始公告受理酒店、舞厅业者恢复营业的申请。18暗时，副市长黄珊珊先邀请相关业者来进行说明会，预计上紧第一波伫即礼拜四地当开放。啊，毋过必须要达到即几项的条件，包括爱落实实名制的部分。第一，公安、消防合格检查；第二，要做到确实的实名制；第三，我们希望有专人，而且要受训完成这样的要件之后，我们会给大家复业的许可。我们目的是希望在真的发生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找到疫调的对象。黄珊珊认为讲，伫咧酒店、舞厅内底要保持社交距离，甲设计帮对业者来讲是真困难的。较有效的做法是实名制，啊，毋过也是有真侪业者拢感觉讲要执行真正有困难。我们实在是这一点没有办法去做到。为什么？万一客人来看，我不愿意给你资料呢？多少还是会啦，可是我们还是尽量配合啦，因为这个疫情问题嘛。台北市政府强调讲，酒店业者若是顺利恢复营业，警察局就会无定期来抽查感受落实实名制的部分，若是违规3届，就会互停业1个月。记者综合报道。镜头刷过来看国际，美国这边诊断出去患着武汉肺炎的民众已经超过150万人。川普总统昨就公开讲，已经连续接10天的加零这款药来提供去染着病。啊，毋过咱国感染症专门科的医师是警告讲，加零本底是伫咧治疗肝热症，就是咱讲的马拉利亚。食一个久，心脏咧跳的速度会变无固定，严重的副作用，佫会牵连着性命，实在着要谨慎。武汉肺炎的疫情伫咧全世界继续伫咧传，其中美国确诊的人已经超过150万人，是全世界疫情上界严重的所在。美国总统川普伫咧5月18伫咧白宫回答记者问题时阵，主动讲到，伊逐工拢有食奎宁类的这种药啊来预防感染武汉肺炎，而且佮会甲这个锌做伙食。I happen to be taking it. Hydroxychloroquine. I'm taking it. Hydroxychloroquine. Right now, yeah. Couple of weeks ago. 不过，国内专家就警告，原本用来治疗马拉利亚这种奎宁类的药啊，后来要用伫咧治疗武汉肺炎，有一寡患者食落了后效果袂歹。不过，食奎宁类的药啊，必须爱经过医生的评估，因为若是长时间食这种药啊，可能会增加心律不整等等的副作用，甚至造成休克等等的风险。啊，那食锌是会增加免疫功能，和治疗马拉利亚无关系。它有2个主要的副作用，一个是会伤害到这个心脏，造成心律不整；第二个呢，奎宁会伤害到眼睛，
造成视力的伤害哈。那国内疫情已经超过10天拢零确诊，过外过时间无出现本土个案，疫情已经有较稳定。不过专家也是提醒，6月底肉粽节连假，民众在大众运输工具就北落南，也是爱挂嘴暗。未来边境开放后，商务人士来台湾，也建议爱降一个时阵做 PCR 核酸检测，也个验抗体。准讲2个拢是阴性，就会使唔免踮厝检疫14天这个限制。记者综合报道。香港这边顶礼拜有搁再发生伫咧社区内底去喂着病的案例。特首林郑月娥当着表明讲，5月27要开放学生正常上课的安排，未搁再改变。毋过，甲民众限制袂当超过8人汇集做伙的禁止令，可能会搁再加延14天。这款主张也引起人猜测，敢是超工要拖过6月初4，打压民主派人士要推动纪念六四游行的计划。想要看香港餐厅或者是酒吧闹热的情形，可能要搁等一下，因为昨晚传讲，香港政府想要甲上最8人到阵的限聚令，搁再延长14天。特首林郑月娥参加行政会议之前，也向媒体证实，上紧伫19日后会公布具体做法。不过5月27恢復上課嘅安排是未改變。就召開咗另一次嘅專家顧問團嘅會議，大體佢哋都係認為咧維持現狀，不作進一步嘅放寬，但係亦都無需馬上又去收緊，例如係復課嘅安排係無需要馬上又去改變一個已經作咗嘅5月27日復課嘅安排。想要延長限聚令到6月初5，互國家解套，是為了要就此打壓六四嘅集會。不過林鄭否認有政治意圖，講只是考慮到公共衛生。到10月為止，香港總共1055件確診個案，或者認為佇頂禮拜出現嘅本土病例，到即馬攏無找到源頭。國家香港境內並無做到每工7500人嘅病毒體檢，所以現階段並無適合取消或者是放定限聚令。無論係酒吧好、卡拉 OK 好，或者食肆甚至係教堂等等，咁你之前要做足功課，就係搞清楚嗰啲高危嘅控制點，能夠控制咗啲高危因素，有措施去控制咗佢，你然後即係放寬呢先安全。雖然林鄭強調，佇這群確診個案需要典型處理，不過也無需要傷過驚嚇。專家建議港府需要擴大病毒嘅檢測，來了解香港社區病毒嘅潛在危險。林鄭也回應，已經定目標，希望每工檢測嘅人數自4500人增加到7000人。記者綜合報導。那歐洲這邊病情也漸漸有較低落來，真濟出名遊覽地區，包含羅馬天主教堂嘅大殿，甲希臘首都用鹽少所起嘅古城。還有比利時的小人國，攏經重新開業，歡迎旅客咯。另外，德國和法國兩邊的頭人，嘛聯合提議講，就要設歐洲票5000億的基金，落去幫助歐洲聯盟下底的國家渡過這站經濟艱難。伊都是歐洲疫情上界嚴重的意大利，18進一步解封，包括伊部的咖啡廳、餐廳、美術館、甲米蘭有名的精品店，攏伫防疫措施之下恢復營業。意大利17因為破病過身的人數是145人，是3月份以來上低紀錄。迄時意大利的疫情已經慢慢來咧減少，民眾紛紛行出室外，感受這2個月過以來無的自由的空氣。Comunque avere il via libero di tornare a una specie di normalità è assurdo e uno comincia ad apprezzare davvero le piccole cose。梵蒂岡的聖保多祿大殿18嘛，佇關2個月過以後頭一遍開放。教宗方濟各替已經過身的若望保祿二世8回名單舉行彌撒，這嘛是教宗2個月過以來頭一遍來這的公開彌撒。進入大殿的民眾攏愛掛喙罨，而且愛量體溫。大殿內底的塗骹嘛標示出安全距離的警語。若是比利時布魯塞爾的歐洲小人國，18嘛閣再對外營業，但是參觀的遊客也閣無濟。若是佇地中海邊的塞浦路斯，就佇咧慢慢啊解封的時陣，當地嘛拄着熱浪，連續幾落工出現破攝氏40度的高溫。若是希臘，同款嘛是真熱，18氣溫到攝氏34度。德國漢莎航空佇疫情了後，頭一隻駛去希臘的航班，18降落佇雅典國際機場，乘客攏愛掛喙罨、加量體溫，而且攏愛接受檢體採樣，詳細寫個人的資料。首都雅典的歷史遺跡圍城嘛重新迎接遊客，入口的所在嘛提醒民眾參觀的時陣愛保持距離，塗骹嘛打出標示，遊客往過柵欄嘛攏會隨消毒。And so the first time the Acropolis reopened, we say okay,
Let's go. Let's go. Let's go. Yeah, it's a very good day, and we are very happy. 这波新冠病毒的疫情，当影响欧洲的经济。德国的总理梅克尔甲法国的总统马克龙10月透过视讯会议达成共识，会推出一项5000亿欧元遐悬的欧洲复兴基金，希望会当甲欧盟的成员国斗3天，度过这道的经济危机。欧盟的执委会预计伫27对这份基金进行提案，包括欧洲的央行甲欧盟的执委会，都已经表示对提案乐观其成。记者综合报道。咱过来讲40年前的5月18这一日。南韩光州这个城市的民众大规模站出来争取民主，刷起予手握军权的陆军少将全斗焕下令镇压。昨南韩的总统文在寅参加纪念光州民主化运动40年的典礼，伊强调讲过去抗争这款精神，就是当今对抗武汉肺炎好模范。伊也全力支持继续查明这站民主运动也未拆开的历史真相。穿黑色或者是白色的衫裤，点点伫咧听音乐演奏。南韩满100光州事件满40周年这天，照常办纪念活动，不过受疫情影响，规模加较小。这场纪念活动的地点就是40年前光州抗争者被杀害的所在。南韩总统文在寅也到场向遇害者致敬。그 정신은 지금도 우리 국민 한 사람 한 사람의 마음에 깃들어 있습니다. 코로나 극복에서 세계의 모범이 되는 저력이 되었습니다. 文在寅承诺会全力支持调查光州事件。1980年5月18日光州事件是南韩迈向民主化一个正关键的过程。伊的背景是军人出身的全斗焕，伫前总统朴正熙1979年有切身亡了，发动政变夺权，引发抗争。不过全斗焕却下令戒严，也搁伫咧1980年5月18日派兵镇压光州抗争的民众。双方发生10天的暴力冲突。著名的电影《我只是计程车司机》就是改编自光州事件。这件代志也变做南韩的历史创伤。官方报告讲，光州事件有160人死亡，包括警察甲军人，有超过70个人失踪。不过社会人士认为，被害人数比官方的数字加出3倍，而且有一寡失踪的人到即马连尸体拢找无。 마음이 안 좋. 아유 말도 못해. 피가 묻어갖고 얼굴을 못 알아보게 생긴 것도 있고 얼굴이 안 보여. 다 피가 묻어갖고 똑똑해는. 우리가 살아 있을 때 반드시 전두환이라고 하는 그 죄악스러운 군부 집단이 어떠한 과정을 통하여 집권하게 됐으면 어떠한 과정을 통해서 광주 시민을 그렇게까지 학살하야든지 그 원흉을 찾고 싶고. 全斗焕1996年因为叛国加贪污罪被判死刑，不过上诉了改判无期徒刑，未也得到总统特赦。支持调查光州事件的运动人士讲，只敢查出真相，才能确保悲剧袂搁再发生。不过保守派人士却认为，光州事件是北韩煽动的叛乱。 两边立场无同，互相批评。伫咧转型正义的这条路，南韩依然遭遇到正大阻碍。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蔡英文总统就要连任宣誓，环保团体今日嘛大声出面检讨工厂管理辅导法实施的情形。因指出讲，彰化县内目前有68间违章工厂，若无拆到半间，佫放咧，互人愈混愈大片，甚至有的已经排时间要拆的工厂，同款嘛照常伫咧开业，甚至行政院佫公告要互一寡违章工厂得到就地合法的资格。在因咧看，这部法律实施到今，种种的表现实在是无合格。 镜头翕到的铁皮工厂是经济部公开宣誓要断水断电的违章工厂。彰化宽平指出，本来应该依法拆除，但最近阁会当看到货车出入。像这种2016年、5年控以后起的违章工厂，蔡政府宣誓即报即拆。宽团指出，彰化68间，若无拆，有的阁愈起愈大间，甚至做别种用途。 农地我们是要让它生产粮食，不是要让它生产停车场，也不是让它生产仓库的。地方政府也没处理，中央也没处理，我们看到2个都会放烂。地球公民基金会表示，已经列管排要拆的违章工厂进度嘛加慢，宽团已经检举57件，但只有1件家己拆。 那这些新增建工厂就继续再排个5年、10年，那些的就是盈利获利也就继续在赚啊，那根本就等于这次修法有修的也没修。
另外，款团更加发现5月初行政院公告特定工厂登记办法修订，竟然予已经摕到临时登记的违章工厂，离农产业根据地区就地合法。如果我们连这最后的23万公顷比较完整的农业发展区位都没有办法守得住的话，整个农业发展环境其实就是不断的被这些违章工厂侵蚀。到离蔡英文总统5日控就职典礼前一天，款团针对蔡政府的农地违章工厂执法拍分数，予因无入价。地公副执行长蔡中甲表示，本地是要拍0分的，但希望蔡政府改进补课，所以予因无入价。记者林社启文台北报道。咱搁来讲花莲县南平这边玉里大武地区遮，当已经有业者要来起一片鸡仔场，会当饲甲75000几只生卵鸡。因为这搭所在四边拢是田园甲水圳，地方的民众当嘛徛出来表示不满。来到花莲玉里镇，专门种稻仔的大武地区，田林最近加5间大型的铁片厝。附近的农民原本就是讲要安太阳能的设备，不过最近才发现是要起一间会当饲75000只鸡的大型饲鸡场，互大家是无法度接受。因为这是一个特定农业区哈，都是种稻子的无污染的良田，给你弄一下来开养鸡场那些啊，当然会引起地方的反弹。有挖一条沟要排到那边去的水沟，因为我们要吃水麻烦。镇公所表示，这间饲鸡场是伫107年的时阵申请的，申请的主管单位是花莲县政府。公所的权责敢若有受理书面的资料，不过种稻仔的农民认为，这个所在是真重要种稻仔的山区，公部门哪会使批准饲鸡场起伫咧农地顶管？农业用地上，你要做其他的使用的话，你必须要有容许嘛。那容许这个核跟准也是县政府那边去裁量，75000只的养鸡数量，核准的依据也是县政府那边。根据农业处的资料，这间饲鸡场并不是北方，是为台东来的，是专门饲卵鸡的厂商，会甲鸡的排泄物回收。面对争议，目前嘛已经停工。我们有一个处理厂，会把它做成有机肥料。基本上不可能会乱倒了，我们会把它载回去台东。我们现在也是暂停施工，跟居民说明清楚我们再复工。花莲受风向红林镇、甲公河乡拢小连续逼出民众抗议饲鸡场之外，虽然业者强调讲现代饲鸡污染较少，不过民众也是批评讲是安怎县府伫咧核准计划的时阵，在地民众拢唔知影。记者综合报道。花莲看完，咱来看台东。台东县政府已经决定起好到当14栋，拢毋捌喷过的焚化炉，2栋后就要开始运转。明仔载要举办效能提升和环境影响评估的审查会议。不过环保团体今日就大声提头指出讲，咱台东市东海国体资源回收度才调做到70%。因也望县府粪扫毋通干那会晓用烧的，爱推动减量，才会当真正保护环境。昆明台东分会结合台东市东海国体推测粪扫资源回收，拢总对物品、容器甲其他3大类，佮分出玻璃、塑胶、纸类等20个幼项，回收率达到驻荷蛋粪扫量的70%，佮有二手物品的专区。桌子这个是可以再用的环保团体透过社区成功回收资源的案例，对比台东县预计2年了后要启用起好14年无烧过1工粪扫的焚化炉，呼吁县府爱搁较落实粪扫减量，做好资源回收代替烧粪扫。我们希望我们整个国家对废弃物的政策调整过来，以垃圾减量，做好分类。台东县环保局表示，零粪扫是粪扫处理上尾的目标，但是即马也搁在拍拼。不过台东县各乡镇甚至离岛的安台场拢已经停电。今年2月，高雄市搁渐完大烧台东县的粪扫，台东县的粪扫危机随时有可能会爆发，影响环境卫生搁较严重。若是2年以后，台东县上路的焚化炉要经新做低空污的设备启用了后，嘛搁配合粪扫减量，减做一炉操作。这一次的修缮事实上是一个升级，是一个效能的提升不只是发电效率，它甚至是在那个污染防治设备上的更是精进。台东县环保局表示，20台东县会进行焚化炉更新计划，甲环境影响差异评估审查。伫疫情期间，为着避免群聚，会场敢若会安排10位民间代表出席，提出意见。不过嘛，用直播方式公开，互外界了解台东县焚化炉启用审查的过程。记者综合报道。东部看完，咱来看西部。来讲嘉义市的旧市公所，2016年就去互地方登记做历史建筑。当市府近来就决定要开放旧市公所园区内底一寡空地落去设停车场。
这也引起当时推动保留旧市公所的人士表示不满，因讲市府的作为根本就无够积极，设停车场对这片历史建筑，全连一点帮助都无。为1998年开始，就一直爬远的嘉义市旧市公所，伫适当前成为嘉义市历史建筑以后，市政府经过3届的招商，同款无法度活化这个所在。为了要增加停车的空间，市政府决定开放历史建筑外口的空地，规划来做停车场。大概目前初步是规划可以增加70个的停车的位置，加上外面既有的50个的停车，大概总共120个的部分，我们会来做一个标租的部分。目前旧市公所的边仔已经开放1699平方公尺的空间来做50架汽车停车位，即马阁要设置停车空间，和在地文史团体相当的无认同。真的要投入资源去推动，不然的话，停车场你做下去，它这栋建筑物来讲，其实也不是一个就景观上来讲，做使用模式来讲，也不是一个最好的方案。嘉义市政府应该要更积极的去。对这样子的一栋建筑活化再利用，而不是说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那市议员叫你要做停车场，你就去做停车场，而没有一个整体的一个方向规划。交通处停车管理局表示，为了要疏解路边停车的问题，所以才会增设户外停车空间。为了要方便以后财政税务局对旧市公所维护甲管理，嘛会甲建筑物另外包起来，而且隔开5公尺的距离，互停车场的车辆袂去影响到建筑物。记者林伟霆嘉义报道。咱来讲苗栗关家一间大学5月14发生有查甫学生伫咧女性所咧用的化妆间内底，用手机甲人偷翕，结果掠出在庄。谁知影讲去现场发落的老师，竟然甲偷翕的相片太现实，可能佫要求受害者唔通报案。目前犯案的查甫学生和迄个拍相片的老师，拢已经移送地检署侦办咯。这个月14，苗栗一间大学的一个女学生去便所的时阵，发现去互人偷翕。女学生虽然着惊，但是嘛当场就掠到偷翕的人，涉嫌偷翕的竟然是同班的查某学生。这件案子是发生在5月14号下午，大概5点左右，在本校的厕所内发生的一个偷拍事件。那原则上是有学生用手机，然后在女厕进行偷拍，校方隔天接到消息，就启动调查。不过，却传出案发的当时，就属校长处理，却直接把查甫学生手机内底偷翕的相片拆掉，而且疑似要求被害女学生原谅这个查甫学生，莫报警处理。女学生事后情绪不稳，唔敢去学校，最后28决定报警处理。本分局接获被害人报案后，即通知加害人跟该名老师到案。那加害人依妨害秘密罪函送。那老师的部分依湮灭证据罪函送地检署。警方证实，这个老师确实涉嫌拆掉偷翕的相片，所以甲偷翕的查甫学生做回函送法办。性平专家就认为讲，这个案件凸显出学校性平教育严重不足。性骚扰题材访视里面，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被害人他最大的创伤，不是就是除了伤害本身之外，是受到他人的支持、同理跟陪伴啊。可以很清楚看到，这个学校里面的性平的教育可能不足，所以老师没有敏感度，他不晓得在第一线他可以做什么。郭友金表示，学校对学生来讲应该是相对安全的所在，但是伫受到侵害了后，老师唔但无保护学生，佫徛伫加害人的立场，这加深师生之间的无信任感。对被害女学生来讲，走落来心理复原之路会更加辛苦。记者综合报道。咱来讲中华职棒联盟，目前游玩也是全世界唯一有伫咧比赛职业棒球，这也引起外国真侪球迷的注目。但联盟内底未专良球队早起就和新竹市政府正式契约，要经营新竹棒球场，期间15天。目前这片球场的投资8亿2000几万，落去重新建设。按算后年就当完工落成，开始运用落去比试了。这阵工人当咧赶工，这是有40多年历史的新竹棒球场，地点就伫咧新竹市区内。因为建筑旧的关系，去年总算是开始动工，开卖8点2亿甲拆掉，才个登起。按算伫咧后年通完工启用，也互新竹的球迷是真期待。改建之后就很多停车位，而且又规划的又很好，又有很大的空间。也不会漏水，这样。这很期待。很期待，非常期待的。今日职棒未专量甲新竹市政府也正式签约合作，未来新竹球场若完工以后，未专量通得到10档的经营权，佫会当延长5档。
过去捌伫遮拍出生命当中头一支安打的张泰山，即摆已经是未全量的教练，予伊的感受也是真深。我在这里创造了很多的一个记录，所以新竹是有一种很浓厚的一种感情在。球场设计建造过程中，已经跟市府以及相关团队和厂商在密切的配合讨论，那会把使用者需求提早的纳入球场的规划里面。魏全龙讲，新竹市的棒球场未来会是魏全龙的主场之一。这唔但是平常时有职棒比赛以外，也会协助新竹棒球各项的培训运动。记者综合报道。中央政府近来一再咧推动绿色能源，用太阳能板发电的政策。但云林关龙田水利会就要点接近好买大墩马公支线遮，一座农田灌溉的水路开始准备去采太阳能板，是讲这也引起四边的农民真不满，抗议讲拢无先来打合，就要叮当施工。不过水利会已经强调讲，因会要求厂商未开工进前，就先开说明会，和在地农民敲切大声。有着被报条，农民发着反对设立太阳能光电板，为了好买大屯马公支线农田灌溉水路，为了配合中央的绿能政策，水利会将规划设置架设太阳能光电板，但看无事先和当地里民协调，引发当地农民不满。因讲是爱先开设，大家沟通一个意见协调，拢总无啊，大厝大伊就要甲做要设落安尼啊。这太阳能板，阮里面因为就是拍落到困了，搁运动同间困了，伊要做太阳能板，对阮来以后这条路袂当来批这农作物。当地里长表示，过去这条水路边的道路，拢是提供农民拍农作物使用，但现在若是做太阳能光电板，农民未来恐惊无所在会当使用。对此，农田水利会表示，这案件在去年前会场期间，由新南乡代表目前要求厂商来召开说明会。我们有透过我们专家学者来做审议，但是呢，有一些的还是他们要做好这一些的硬体的各方面的设施以外，那地方的一些意见一定也要去做考量参采。那如果说没有办法符合的话，我想我们可能也不敢说也让他去设置的。云林农田水利会表示，水利会利用现有的空间，拍算在圳路顶面来做太阳能发电工课，应该袂影响到两边的道路。但目前因为还未举办地方说明会，会先和当地农民协调沟通后，再来进行施工。记者云林报道。台湾话艺术水阁好，国情解说两句啊，互你做参考。解说，解文说字，实在讲，做田人真辛苦。做田人的心声真罕得有人会听。实在台湾对日本时代迄当阵，都真要紧，但民间伫咧拍拼的农民运动，其中台湾出名的文学家杨贵，伊捌写过一条农民谣。虽然讲到落尾，人流行歌原来有甲扣这个形体出来写农传曲，不过农民谣的歌词实在比较农传曲加真力头加真美，要针对这个艰苦人的心声，画了更较清楚。大声头一拍的歌词讲：透早就出门，天色也未光，艰苦无人问，行到田中央，为了过三顿，唔惊田水冷酸酸。炎天赤日头，做甲过中昼，非着歹低头，接地灌水流，为着汉子大，唔惊中昼我呢热。是啦，做田人真正艰苦。实在过去台湾若无这做田人，无法度今日经济进步。你讲看有影无？毋那日本时代，台湾落尾真侪农民艰苦的心声，要紧就是来到将近要解除戒严迄个时代，大声才发出来。上界重要，台湾历史上离即当阵也那将近30-40档咯。520农民运动的事件，迄就是台湾农权总会所领导。迄当阵。台湾农权总会谈台湾南北二路，拢真侪和农民组织斗阵、牵做伙才会团体。尤其农权总会到即马，阁继续咧运转呢，互人真怀念。就是农权总会内底一个会员，咧替农民争取权益，一个基层的人员。伊是无名的小卒，毋过伫咧4月初7，郑南榕放火烧家己，讲国民党
无在条掠着我的人，敢若有在条掠着我的心思。迄件案件发生了后，为着争取100%言论自由，牵出台湾独立的主张的郑南榕放火烧死家己了后，经过个外月，5月19，伫咧总统府头前替郑南榕办告别式。这个争取农民权利的基层无名的小卒詹益华，伊安那放火烧家己。詹益华留落一句话，伊讲我见摆若咧压低头担担的时阵，常在拢咧思考讲台湾社会上艰苦的弱者伫倒位，因变做弱者又阁是虾米款原因？是虾米款人来造成？是虾米代志来演变？我家己定出一个方向，跋倒变做弱者遐个人，我绝对徛在要甲伊扶持。这就是5月19放火烧家己詹益华，这个农民运动的人士真正基层的心声。国政今日讲出来，甲你互相探讨，咱都要体会讲，农民的艰苦才有台湾今日经济起飞、经济进展的成绩。你讲看有影无？唔通放袂记呢？过来，咱换来讲高雄的消息，来讲这只油碗仔收入来高雄港100号的码头只已经15天了。海洋保育署张会同成功大学鲸豚救援中心的专家，要甲其中一只油碗仔注麻射。无疑我讲，四边的东畔嘛围过来要攻击这个专家的人员，消磨4点外钟嘛是有功拍无落。这中间海洋保育署也已经公告讲，请船只出入码头的时阵都要注意，尽量唔通危害到这油碗仔的安全。海巡人员坐救生艇用本钱的方式，试几啊届，总算成功把麻射做去海洋的分水顶。中了。不过，互人想袂到的是，这只海洋的活动就是变更较强。伫边仔的6只东岸，发现讲有各样浮出水面，想要攻击海保署的人员。从这个群体当中移出来的话，会有困难。因为其他小虎鲸的这种保护的行为太明显了，要出水面拍打水面的这种威胁的动作。5月初四，7只海洋雄雄收入去高雄的100号码头，这拄好是中国钢铁公司船只伫咧载货甲落货的所在。海保署赶紧公告，提醒出入的船都要注意。另外，互保育专家头壳摸咧烧的是，因捌试过用食的物件甲因射，或者是像即届注麻射的方式，不过拢失败。南部也开始下大雨了，看这个在天候的情况之下，他们会有离港的情况。中国钢铁公司表示，大型的船拢有引水人来带领甲引导，袂危害到海洋的安全。若海洋是群体的动物，只要伊的同伴有困难，也是拄着问题，因就会做伙合作攻击敌人。若保育人员目前敢若会当暂时按下，并且观察，再过来好好研究。记者综合报道。咱过来讲，屏东县政府规划要伫咧小琉球的白沙港设置浮动的码头，予观光游览船来挖岸。佫公告讲，若渔船就禁止起锚。这站也引起当地渔民真不满，批评官府为着观光无顾渔船的生活。对昨开始，因西渔船大规模去占白沙港，发动封港抗议，一直到早起拢还未四线。码头四界拢是渔船，甲港口钱甲擦，渔民封港抗议。屏东县政府要伫咧小琉球来做新式的浮动码头，予观光的游艇来停，但是无经过渔考禁止停船，引起当地渔民不满。这个不跟渔民协调，就是要硬干就是了哈。抗议的渔民讲，政府硬设浮动码头，予港口变做休闲游艇的专区，大幅度减少原本渔船停的空间。毋过，县政府回应讲，一切是依法行政。14我们的范围就是坐在我们的观光港范围，所以并没有所谓的占据船的一个渔港这样的行为。我们先劝导，那之后呢，角色都没有做离开，我们将依照条例的规定依规开放。县政府强调讲，白沙港以土地做分界，东边算是交通港，西边是渔港。即个伫咧交通港设浮动码头，无减少船只原本会当停的数量，嘛表示渔民伫咧今仔日中昼进前，若是要甲渔船刷走，就依法处罚。渔民的抗议行动，予游客必须要临时换渔港来坐船，大家拢真困扰。措手不及啊！而且我们对这个地方又不熟，对不对？你要从一个渔港移到这个渔港来。针对渔港的设置，县政府甲当地渔民双方无达成共识，结果煞造成当地居民甲游客无方便。记者综合报道。观众朋友，落梅啊雨的季节已经到地，各地头天气的变化，咱都要同齐来看详细。基隆、台北、新北、桃竹苗23度甲26度。
台中彰化分林南投嘉义24度甲26度。台南高雄屏东26度甲29度。宜兰花莲台东24度甲28度。马祖金门平湖23度甲29度。感谢你收看今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郭国清。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多谢你。大雷雨即时讯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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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雷雨即时讯息。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焦挂先。大家最近过了好无？咱今仔日要甲大家介绍的节气，就是热人的第2个节气——小满。小满汉字写作小满，罗马字写作思幼小，无满满，小甲满。本调拢是第2调，小满嘛有人读做小满，也是小满。一般拢是伫新历的5月20到22迄附近。这个时阵，北部的稻仔已经小可拔秧，不过还未完全拔甜，所以咱讲小满季。望景岁就是讲小满的时，稻仔开始做桂，田林开始会当看到一粒一粒的稻仔。到望景，稻仔就差不多到粉咯。啊，毋过若是伫南部，天气比北部搁较烧热，稻仔做桂的时间较早，咱就会讲清明桂各有岁。小满前后，高雄、旗山。味浓，遐个金蕉开始大出，金蕉的营养成分真悬，大家会当加食过，对身体真好。甲小满的天气有关系俗语，阁有立夏小满、雨水小赶。小满的节气拄啊好是当咧落黄霜啊雨的时阵，雨一直落，落袂煞。厝人若要晾衫，惊会晾袂干。毋过对做事的人来讲，到夜的雨水对作物是真重要。阁有一句俗语讲：“小满梅仔雨在本岛，种花种木该成宝。”意思就是这个时阵真适合种物件，因为有雨水压田，食物拢会生甲真好。例如小满，小满季，望景岁，立夏小满，雨水小赶。小满梅仔雨在本岛，种花种木该成宝。今仔日甲大家介绍小满这个节气的一寡知识，就先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后摆再会。
视第几台，接落来请收看咱的节目。